當卵巢停止分泌雌激素，例如到咗更年期，骨內嘅造骨細胞，英文叫 osteoblast， 停止製造骨保護素，英文叫 osteoproteogerin 之後，骨質開始疏鬆，醫生會建議服用一類叫荷爾蒙補足劑嘅藥物，以補充雌激素，但呢個會引起高血壓。有冇一種健康食品能維持卵巢功能，令卵巢保持分泌雌激素？呢不僅能防止骨質疏鬆，亦都同時能防止潮熱同埋更年期嘅情緒波動。先要了解咩東西引發初經，英文叫 menarche， 呢嘢叫 mTOR， 全名 Mammalian Target of Rapamycin。mTOR 刺激下丘腦分泌性腺激素，令卵巢成熟。喺此，一個來自蛋白質嘅氨基酸叫亮氨酸，英文叫 leucine， 能夠刺激下丘腦分泌性腺激素，所以亮氨酸可以防止骨質疏鬆，